由江部高工局委托超商所经营的林德服务区，配合南下上北无同的全面改装，28、29天，中央车国际赛主会5000个酒店等单位共同从各地来自公益，现场包括义恩关怀协会、协龙奇迹以及高工局南区分局等单位拢到场小单位，和民众做伙响应。因为只要你消费一张发票，服务区得关3块，将累积金额拢关好就社团体。今年因为疫情期间，之前大家都很辛苦，尤其观光旅游业。其实高工局在交通方面的量也没少，可是仁德服务区它经营厂商要跟台南市一起结合，让这个交通旅游更热络一点。今天有跟以恩关怀协会跟唐氏镇他们来这边做一个公开的义卖活动就今天就说包括以恩关怀协会那今天在这边的义卖活动跟所有的里面的摊商里面的每一张发票，他收集起来，他每一张发票统一超商他就愿意捐3块钱给这些以恩关怀协会唐氏镇协会做公益啦。希望一方面有一个公开的比较热络的，让这个台南附近的观光旅游业更热络起来。让我们也希望服务区的能够提供给用路人更好的服务。超商进驻林德服务区已经前经15天，除了用心经营、回馈做爱心，嘛要再来艺文传承的创意。其中本土唯一的军舰博物馆，为了纪念今年拄好是德阳军舰落水服役满75周年，所以对27号开始嘛进驻举办历史展览，为期3个月。特别的是，当中也规划这趣味的体验，还有独家热销的文化创意商品，有兴趣的民众卡手就来进。配合这次仁德服务区有一个公益活动，然后我们结合我们德阳舰的自己本身的文创，然后我们就开发我们系列的周边商品在这边为大家做呈现。那比较特别，像我们的海军咖啡，还有海军伤心面这个部分，对，像海军咖啡，其实在早期70年代台湾都是咖啡这个饮品是比较高级的饮品，然后只要基本上有高级的军官长官来，那我们就用咖啡来做取代，就是做招待。然后所以说我们在咖啡的部分就是做一个开发，让客人民众可以来选择。那伤心面的部分，那这个东西就是意涵就是在海军上，他们就是军中的一个小故事。对，在军中上就是一些小兵，他在吃宵夜的时候，到晚上吃宵夜就是煮大锅面，然后已经没有任何的一个食材，然后他最后在吃的时候，他只好加油、加酱油、加辣酱，然后去为要果腹。对，然后所以说我们开发这一款海军伤心面，让它就是更丰富。林德服务区除了要让民众感受艺文风华，嘛再次邀请民众经过高速公路做回来响应公益，同时打卡也有机会抽饭店大房等好礼。台南新闻管制林庚采访报道。